新竹城隍庙口一间卖食的店，头家伫咧6当前出车祸，规身躯严重受烫伤，10支镜头啊拢已经无去，骹手的关节嘛拢受伤甲真严重。不过伊无放弃家己的人生，决定要开店做生意，打拼重新出发。一透早传好材料，准备做生意，就算讲双手各包西布，头家无用工课同款顶真。60年李厝的林先生，6当前发生车祸，规身躯80%互火烧伤，双手10支手指头啊拢无去啊。不过伊有完是无放弃。受伤，然后到现在还这样子继续努力，我觉得它是一种生命斗士的代表，真的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，而且重点味道真的很好吃。完全没有握合的能力啊，完全没有，它这完全都是已经截到最后一节那个骨关节了，完全没有功能的。除了手指头以外，伊的双脚也因为受过伤害，无法度徛久。对林先生来讲，开店卖食的，是互家己人生搁再一次重新出发。尽量去克服啊，就是尽全力去做，因为我现在等于是说我生命中最后一个奋斗的点，这样子，不管再苦都要坚持下去。头家讲，就算卖食的真艰苦，不过伊嘛是会继续做落去，希望大家会使看到伊的故事，把人生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